你部保時捷 Macan 做好準備未啊？又到咗保時捷車主期待已久嘅長假，終於可以放低平時嘅忙碌去追尋心目中嘅詩同遠方。當導航上嘅路線變成深紅，當等待變得漫長而枯燥，出發時嘅好心情係咪一啲啲被消磨？係時候徹底改變呢種體驗啦！為你同 Macan 換上最新款超大雙聯屏、超大高清屏幕，讓導航地圖一覽無遺。每一個路口、每一條備選路線都清晰呈現喺眼前。從此告別低頭尋找，眯眼識別，讓駕駛回歸從容。專屬副駕娛樂屏係你觸手可得嘅私人影院。相比於手機小小嘅屏幕，雙聯屏車機有更廣闊嘅視野，有效減輕眼睛壓力，令無聊嘅旅途時光變成難得嘅輕鬆時刻。快樂因為分享而加倍。後排嘅朋友可以一同欣賞你發現嘅搞笑短視頻或者新鮮熱點。呢塊屏幕唔再係駕駛嘅助手，更係連接彼此、分享快樂嘅旅途夥伴。喺自駕遊之前，準備好一款超大屏車機，讓你旅程嘅每一刻都係暢快享受。升級新款雙聯屏，唔單止係一次內飾換新，更係一次旅途樂趣嘅徹底升級。